世界万航台拢伫台湾新港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乌克兰受到罗西亚侵略，军轮加控较大，已经要第4礼拜，罗西亚无法度紧结束战争，即马包围乌克兰南部港都马里波，甲13万乌克兰平民当作人质，要求投降，实在有够夭寿。咱阁看到中国较大又在徛深水，无要谴责罗西亚。中国的态度，互人看现乌克兰嘛切身，总是中国这款天下大乱、经济大好的心理，是咧轻算啥物？咱台湾就要提防啥物？国际局势，咱今仔日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北医大通识教育中心张国成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军事记者郭鸿忠先生。各位好，主持人好。邀请资深媒体人蔡玉珍小姐。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战事较大已经1个月后，即马罗西亚包围马里波吼，总是乌克兰甲伊的总统拢拒绝投降。罗西亚即马用救手啊飞弹攻击乌克兰哦，美国要护援乌克兰远程的防空系统哦，嘛要帮助乌克兰收集罗西亚战争罪的证据。另外，美国总统拜登讲，布丁可能会用借口来使用生化武器哦。咱阁看到台湾原住民阿美的男性吼申请加入乌克兰的志愿军，即马乌克兰甲罗西亚的相战吼，乌克兰是全民在抵抗，乌克兰的总统嘛讲，因为是全民在抵抗，所以和平协议也着爱全民公投来决定。即马罗西亚开6个条件，佫变较济哦，这小等来讨论。即马战争到打吼，虽然是乌克兰甲罗西亚在相战，事实上全世界在边手尾哦。到打27天，习近平到打犹原无谴责罗西亚，伊甲美国总统拜登线顶通电话了后，中国驻美国的大使竟然讲谴责罗西亚吼无啥物效果啦。另外，罗西亚即马甲日本嘛无拄好受到日本的制裁。罗西亚退出二战和平协议的谈判，观众朋友可能会感觉怪怪吼，二次大战就70天进前的代志啊吼。事实上，日本甲罗西亚因为日本北平的青岛群岛的主权讲袂好势，到打犹原无结束二次大战这个交战的状况吼。咱阁看到日本的首相访问印度吼，要来牵制中国哦。即马已经战争1个月啊，全球的钱拢遍布，能源、粮食拢起价，全球 GDP 的成长吼会来调降。即马可能会互全球4000万人吼散车到极头，这个问题咱拢要来讨论。大兴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报道，同齐来看。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市中心，大楼被摧毁，像能源正伫咧拍火，这已经唔是百姓记忆中的首都。基辅2月宣布各实施宵禁。І триватиме до 7 ранку, 23 березня, тобто до післязавтра. Магазини, аптеки, заправки, установи працювати завтра не будуть. 俄军的轰炸拢无停，乌克兰当局讲，俄罗斯的海军攻击奥德萨市附近的明体大楼，也个叫马里波爱导航，不过无遮尔好康。一名司机指控俄军伫马里波犯战争罪，2日伊伫咧电视上用手机放警报声，讲大家以后会定定听到。Зараз не лякайтесь, ви почуєте те, що ми живемо вже 25 днів. Війни Росії проти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这讲俄军也对攻击桥市做说明。Защищенные хранилища украинских авиационных средств поражения и боевых частей для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У,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в населенном пункте Делятин Ивано-Фран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а также крупные склады горючего в населенном пункте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Николае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自战争以来，俄军是也未将基辅摕落。一位乌克兰的谈判代表就讲，乌克兰的论性，俄罗斯对这场战争开始有更加充分的评估。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讲，即卖的情势一旦鼓励双方对话，也若任何关于和平协议的决定，也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面对面谈。意思是讲，泽连斯基加普廷上尾也是来见面。公司新闻5名北京。好，观众朋友，咱知影马里波是乌克兰南部的港都吼，总是乌克兰南部有一个更较大的海港叫做敖德萨吼。咱请教张教授，这个
罗西亚轻调马里波要叫这个城市投降哦，到底是因为伊真正是咧战略的目标，还是讲罗西亚即马调急要赢一道，叫伊投降？拢有。吼，这个马里波这个城市吼，讲实在地位是足重要。吼，伊是一个吼对罗西亚未来吼，伊爱调兵吼，会当为南部这所在吼是真重要。是。第二咧，即马伊个所在吼对罗西亚来讲较有利，因为吼这个城市无遐大，吼已经差不多，互罗西亚已经包围已经足久啊。吼，所以讲这个城内吼，这个人民的生活吼足痛苦的。哦，所以伊认为对这个所在吼施加压力吼，会当互这个乌克兰紧投降。哦，这讲实在是足夭寿的做法啦。但是哦，大家看到吼，战争一开始吼，拢是即种款啦。哦，这伊当加战争啊，伊当然无咧管讲是毋是伊个手段吼，是毋是这个有理，啊是讲哦有。这个保护着人民，这当然，这个发动战争的一方吼是无可能去管这种代志啦。是。哦，但是咧，对乌克兰来讲吼，即马假是吼，伊一个城市吼，互你包围，吼，伊就爱投降。哦，这未来投降以后，吼接受的你的条件，无一定明年后年，伊过继续来。哦，这因为你，哦，这个罗西亚认为讲吼，我拍20几工，吼，正你一个城市，你就会投降。未来咧，你什么所在，我看你袂爽，吼继续，吼对不对？所以这是吼一种吼原则问题啦。当然，罗西亚嘛知影乌克兰无可能吼遐尔啊简单就投降，所以未来吼各种可怕的武器吼发售吼一定是不断增加引加这个乌克兰人民的心头。哦，亲像即马罗西亚有一种足新的飞弹吼，已经提出来啊。哦，这种飞弹吼，大家看到这个电视啊，这个常常在报，吼，这个即马 CG 嘛有吼，这个原理吼，伊的这个到底有偌大的这种的破坏的这力量吼，咱即马吼毋是这时间会当解说清楚，大家拢知影讲就是一种吼非常可怕的武器，而且咧这种武器吼会当放这个核子的这个核子弹吼伫咧顶悬，吼，所以咧。这个罗西亚嘛是伫警告美国甲北约，就是吼，伊即种飞弹拢已经提出来啊。即马只不过吼，无把这个原子弹放喺顶悬尔。哦，但是咧，伊有即种的可能性。吼，即马伊就试验。吼，我用即种飞弹去拍你哦乌克兰的城市吼，随要拍就拍，随拍就爱拍。看到拜登总统吼，大声杜话讲，伊可能会用生化武器，这敢有可能甲动起来？可以想看卖。这个生化武器吼，这当然，吼罗西亚伊本身来讲吼，伊是一个生化武器的大国。吼，伊咧这个军方吼有足侪的这个生化武器。过去咧，为什么无使用吼？主要是因为你亲像这个化学武器吼，就是毒气这种吼，伊爱使用，伊本身的军队吼嘛爱穿这个纱，吼穿这个 mask， 就是这个防毒面具这种吼。对伊本身的军队来讲吼，行动嘛是无方便。哦，所以咧，伊即马到现在吼，我看还未提出来使用。但是咧，假使伊把伊放的这个飞弹啊，这个头，吼去拍这个城市吼，这对这个人民的伤害是非常大。是。吼，所以这嘛是有一种可能性啦。而且咧，这个罗西亚看到美国吼对这个乌克兰吼有斗相共，吼有援助伊足侪武器。吼，亲像这种吼较简单的飞弹吼，对罗西亚的直升机、吼普通的战斗机吼有足大威胁，所以伊提出这种飞弹吼，就是互美国这个斗相共援助的这武器吼无作用，吼，因为美国援助这个乌克兰的武器吼无法度拍到这种罗西亚的飞弹，吼，所以咧，吼伊就利用这种的优势吼，就是开始就是乱帮。吼，对这个乌克兰的人民吼，足大威胁。所以我看吼，即马状况就是第一啦，战争发生以后吼，咱就无可能希望讲发动战争的一方吼，变做善良理性，吼爱做吼要把伊消灭的这种准备啦。哦，因为这种歹人吼，讲实在你甲伊讲好吼，可能是无效。第二咧，咱看到罗西亚吼，即马拍乌克兰哦，已经拍20几工啊。是。哦，因为什么咧？因为罗西亚是世界军事吼，差不多排第三都有。第三，
然后乌克兰差不多排21左右，所以第三去拍21个吼，就会当拍1个月。所以重点还是乌克兰本身吼，伊咧军事，假使乌克兰即马军事弱到100%，安尼可能早就无啊。所以咧，普通时阵对这种军事的准备对一个国家来讲定人民无去注意，因为感觉讲军事爱开足侪钱，而且咧看袂出来什么建设的效果。但是咧，真正拄到这种危险的时阵可能就是军事的准备会当发生唯一的作用。是所以咱看到即马未来可能1礼拜、2礼拜还是军事的结果来决定政治上因两国爱安怎行啦。好，咱刷来请教郭大哥即马媒体拢咧报讲，罗西亚用这个救手啊飞弹攻击乌克兰是因为罗西亚即马胜利无取得胜利着急要用这款这个武器来攻击乌克兰，还是讲伊真正有一款战术的价值？其实安尼讲因为最近几工大家咧分析这匕首的这个飞弹拍到乌克兰的目标的时候是安怎拍的？大部分的这个影片即马甲找到拢是为高空拍落来。是。安尼看起来较像咱的CG头顶面迄条线。这条线。迄条弹道，就是咱个抛物线。是。就是你为重的物件甲弹出去，用足大力个弹出去，造出来这个出线就叫做抛物线。是。大部分的弹道飞弹拢是安尼飞。是。所以这个是含咱拄则咧谈论来讲因为叫做 hypersonic weapons， 伊选到用武器来讲，不爱讲飞弹，伊就是要区别讲含新的武器含这个传统的弹道飞弹的差别。你看下底黄色迄条线，你看到是。咱来讲极音速的飞弹的弹道，咱讲的飞弹两个字叫混淆去，这个大陆做者翻译因拢无用讲啦。是。因为即马美国的专家有讲总讲俄罗斯亚真正有连环两型，甲是真正的讲极音速的飞弹，还是讲极音速的武器，因为伊飞行的迄个轨迹是会使变的，包括两种，一种是滑翔机你咱欧洲最侪人咧耍，台湾算讲算迄无人遥控较济，可是你去找气流有气流的时候就飞较悬，无气流的时候飞较低。是。变做讲伊即个两型，其中一型是安尼飞，伫即个目标区伊安尼射到伊要攻击的目标的时阵，譬如讲地面的观察，还是讲情报单位确定目标，互伊的时阵，伊较去冲入去。是。伊咧加速的时阵，就是用拄则咱像讲另外一种 CD 有看到讲冲压的发动机，迄冲压发动机就是利用迄加速度冲入的加这上手，甲点燃料落去加速。是，唔知我超过5倍声音的速度。就是讲罗西亚即马用的飞弹，唔是这款咱即马看到可能伊是宣传部门放出来的消息，迄是假消息。是安怎要安尼做？安尼做就是要击垮乌克兰的民心甲士气，因为伊军队可能会惊，伊唔知迄啥，就去拍。但是你若讲甲破解讲，伊是其实是讲，这可能是安尼叫做9K720。伊是坎尔德迄个发射车发射的传统的弹道飞弹尔，是这个可能唔是讲的所谓讲匕首，那是真正是这个极音速的飞弹，无可能是伫发射车面顶来发射。唔是用款旧的发射车，大部分是用例如讲轰炸机弹出来可以安尼去射。第二种我拄则别讲，就是类似巡航飞弹、巡弋飞弹、巡弋飞弹安怎飞？咱过去看美国拍伊拉克，伊是会去找地形，像讲我遮较悬起来，我个飞较悬出去，但是我搭伫个涂骹去飞，这嘛是一款新型的极音速的武器，是第二种的飞行的方式。所以伊俩看到迄影片，直接位头顶悬度安尼直接落来，大部分是因为咱足远看，甲足近看无共款。你近看可能是就是直线拍来，其实远看的时阵其实抛物线。是。所以这可能就是咱两个条件去判断，讲伊到底是毋是新型的武器。但是毋是讲这个匕首还是弹道飞弹的时阵无太伤力，毋是，
伊态势你嘛是袂歹，只是讲，咱拄则有分析过，我甲迄个海有讲过，讲你若讲伫乌克兰的西边，伊即摆美国有送，包括波兰，伊有送爱国者的3型。飞弹伊会使去防空系统去拦截，伊这个匕首即类的飞弹。是。啊，你若讲是极音速的武器，咱用武器来讲，伊就是飞行的路径，你歹去算，歹去有计时，我个歹去甲拍落来。对。这个方面，爱国者3型可能较歹去查伊。是。所以伊毋知为乌克兰东边来拍。拍东边的目标，包括伊拍还有一个，敢若。可能咱台湾的美式的大卖场共款，伊个讲，罗西亚讲，军方讲，你乌克兰的军队吼，你秘密内底有足重要的武器系统，结果变出来，咱看到迄炸起来，乌噜噜，迄拢是什么？迄拢是乌克兰的一般的军车，军用卡车，迄个载部队尔。是，啊，伊个硬要讲，迄是讲什么足重要目标？电都退差不多10步来讲啦，吼。啊，真正是较关键的新型的武器，这数量有限。我做定小，我袂讲随便甲拍掉，随便摕这吼，加一寡军车尔，我摕去拍迄。是。照你讲，这个极音速的武器是咧对付高价值的目标。High value target。是。包括讲，伊个可能是总统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毋是讲我即摆是。伫基辅的这个街路顶啊，我射我等下弹弓射弹你啊，恁别食庆饭弹你啊。啊，你那真正有这时阵莫甲早。是。你用为他们一直拍就甲早死啊！你个你无，表示讲这个武器，罗西亚到底已经去到倒个程度，咱个毋知。伊嘛可能小命毋敢拍，还是讲我都接近，包括你用美国、北约用这电子战，当你甲维护讲。这基辅头顶的防空系统，这可能嘛是罗西亚就算有嘛唔敢拍。是。啊，另外以前拄则讲，有一个人叫做阿曼达，阿曼达其实才是美国人即摆上重要咧关注的。罗西亚真正来讲极音速武器，因为伊个是我拄则讲的，伊可能是咱讲滑翔机咧。我会伫伫目标区，我直直射，找到目标先我甲拍落。啊，你直直无落来时，我毋知你要安你去倒，我毋知要哪甲炸，所以毋知安怎甲你拍落来。所以迄个是恐怖的做法。是。好，观众朋友，咱看到即马罗西亚连武器都摕来做假消息，吼，要吓惊乌克兰人民，是安怎要安尼做？因为战争到呾已经1个月哦，对咱全球的影响足大，经济上吼。罗西亚即摆粮食甲能源出口拢受到限制，这恐惊会互全世界4000万人吼散车到极头，意思就是因逐工的生活费较加1.9美金，也就是无到60块台票哦。另外，全球的钱拢咧变薄，企业趁袂着钱，民间吼嘛唔敢开钱啦，嘛会互失业率来降悬。另外，咱看到金融的市场吼。房价是落价，你若税厝会起价，也就是互民众、互企业手头拢无现金。过来看到能源的介绍吼，这会致使全球的经济成长率来降低，油价即卖每吨吼起10美金，吼全球的经济经济成长的损失吼是0.2%哦。过来咱看到台票嘛在落价，因为进口的产品在起价。电费、雅士、汽油拢起价，即马会互生活的成本来增加，吼外资趁袂着钱，嘛会降低因参与台湾资本市场的意愿。咱来请教玉真子吼，即款的状况吼，嘛都是全球西方的国家吼在制裁罗西亚，家己敢会肯定？应该讲吼，这边的战争。全世界拢受到影响，但是讲这个战争诶，伫俄罗斯吼，啊搁伫罗西亚，啊遮尔离咱遮尔啊远，啊对咱敢有影响？其实这1个月内面吼，就是将近这1个月内面，大家应该有感受到，第一就是咱即马你去加油去创啥吼，拢起价吼。啊，第二即马咱的央行嘛，甲咱起利息起一码吼。啊，这是因为全世界对美国开始就甲你升利息啊，所以你利息你若有贷款的人，你的压力就会变大。啊是安那遮个代志，因为本来是讲3天、2天，这个战争就要结束啊，结果即摆已经要将近一个月啊，所以
这边虽然大家讲唔是，敢若唔是第3次世界大战吼，这个泽伦斯基吼，伊讲那这个第6次的谈判，那无讲成，那有可能会变成第3次的世界大战。其实咱若讲对经济面来讲，我的判断，我的定义哦，我个看是讲，这已经是经济上的第3次的世界大战。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拢对罗西亚啊，就是俄罗斯吼，对伊的这个经济制裁拢已经出来啊，包括欧洲所有全部的欧盟拢对这个俄罗斯的石油、瓦斯吼，啊个煤炭这些物件，拢已经渐渐减少到讲，我对我到2030年吼，搁伫咧即个大概7、8年来，我就全部都甲你停掉。所以你俄罗斯，你讲你的石油、你的瓦斯生产偌济，我后日拢甲你断吼。既然你若要安尼。所以这个战争到即马包括你看到讲全世界的这个连锁店吼，就是像麦当劳啦吼，啊个这经济上像 Visa， 咱咧签这个小的这个 Visa、Mastercard， 这所有都这美国的公司、甲欧洲的公司，全部伫咧俄罗斯、罗西亚吼，拢甲你停掉。你敢知影罗西亚这人民哦讲哈无麦当劳通好食偌艰苦咧吼，所以这个情形其实会影响到讲，包括咱即马咧观察啥？咧观察讲，那即个对罗西亚即款的制裁，习近平嘛咧看讲吼，伊敢通对台湾安尼做吼？因为共款会影响到讲，全世界是毋是会伫经济上来制裁中国？你若发动即个战争，因为即马普丁发动即个战争，变成全世界拢甲你讲，你即个普丁是世界性的罪人嘛？啊，所以这个制裁，大家感觉讲是应该，但是上界痛苦的是啥？是罗西亚这人民，尤其是这好野人，为什么因的卢布吼，因的钱已经变笨色，所以因本来有钱嘛无效啊，即摆有钱买无物件，吼有钱换袂着因要爱食的粮食，换袂着因爱食的这个猪肉啦，什么玉米，这拢无法度。是，所以这个战争拖愈久，咱所看到这个经济影响就会愈大吼，啊，这大了，即马大家是讲啊，到底是要战到当时？那到即马3月开始3月底吼，啊到4月份、5月份、6月份会当个拖落去呗？因为即马全世界拢受到影响啊嘛，所以包括咱看到讲吼，台币咱的代表会贬值，其实对台湾来讲吼，咱看台湾讲，咱的出口是成长的，但是出口成长。是安怎？咱代表会贬值，就是因为即马物件拢起价嘛，对，咱买落来物件拢贵，啊，拢起价，所以这就是通膨的现象。但是你看到讲，是毋是房价会落吼？咱看台湾来讲啦吼，其实房价袂落，为什么袂落？因为即马咱足侪建商吼，拢伫遐看到讲，哇，安尼我这个钢铁嘛，毋知要去对买。我遮的水泥嘛，毋知要去对买，我人工嘛无一定请有，吼，所以这个情形就会互厝变成安怎讲，变成惜售，就是讲我即马也无才调起伤侪厝来卖，所以你要甲我卖，要甲我买较俗，我嘛无法度，所以这个情形就是通膨，通膨就是讲啊物件贵三三，哦，但是买袂落去，哦，买袂落去，除了厝以外，足侪物件嘛是共款。贵三三买袂落去，这个通膨的现象应该是会继续一段时间。咱看到美国联准会最近吼是3冬来头一摆是升息吼，这款的方式安怎会当来对抗这个钱变薄的状况？这个钱变薄吼，因为咱讲到这个起利息吼，啊包括这都爱看到讲，因为这个战争拖伤久，所以伫个就是这2天吼，3月21罗西亚的迄个股市本来是拢停掉，对2月24战争了后，已经停用要1个月吼。啊，是安那伫咧3月21个恢复，啊恢复嘛恢复，毋是讲全面你俄罗斯即个罗西亚的迄个股市拢会当买卖，毋是，就干那互你卖债券、债券吼，债券互你买卖，为虾米咧？因为普丁挡袂掉，才会支持伊。伫即个罗西亚吼，支持伊坐即个位的好野人，互伊足大的压力，讲你若无互我有通去交易吼，我已经活袂落去啊，我一定要破产啊！我本来是好野人，我即摆变善食人啊，所以10天，互遮的人会当
伫即个这款的市场买卖，但是10天了后，你战争若搁拖落去，这人共款本来是好野人，即马变善食人，变成这卢布，这钱拢无效，所以对俄罗斯就是罗西亚因内部影响到到外口，包括你参与有往来，包括中国嘛是会受到影响，包括所有的国家拢会受到影响。那讲到中国吼，讲咱讲一个无输赢的美国吼，即马中国的经济吼是经济体吼是10倍罗西亚哦，因受到这个经济的冲击，应该是比罗西亚搁较大，因搁较疼才对，因应该望战争赶紧结束，是安怎？敢若伫遐咧偷来暗去咧支持其实这是中国的立场的问题，就是因即马伫即个战争内面，到底是要做什么款的角色？本来习近平有一个野心，讲吼恁两个吼。俄罗斯参我嘛袂歹，我嘛甲恁买足侪武器的吼。即个罗西亚吼，我冬奥的时阵吼，我咧办奥运吼，你嘛来嘛吼，所以才开始2月份的战争。迄阵佫答应普丁讲吼，你若战争开始，我甲你采购1000亿的物件。所以本来伊是伊的目库，伊想讲哇，中国是我的目库，但是即马战了遮久，以后吼，即马全世界拢受到影响啊。中国本来想要趁什么钱，即摆人讲2个人咧战争吼，咱上重要就是讲咱会当趁到钱嘛。本来中国是望讲吼，不管你罗西亚还是你乌克兰，恁要战争了后的重建恢复，拢靠我来趁这条钱。本来伊是想要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咧，这个角色佫无遮尔简单。为什么？因为欧洲佮美国若要看讲吼。你敢若要扣软啊，扣好康诶，所以中国即马变成讲吼里外不是人啦，敢若猪八戒安尼，里外毋是人，所以若要互因讲恁拢卖战争，互我来做一个中人吼，无法度扮演即个角色，即个战争才会安尼直直拖落去，所以伊本来想要对即个中间趁到的经济利益，到即马看起来颠倒是受到影响，所以你看伊一边吼。甲罗西亚支援，另外这边咧，佮甲伊人道救援俄罗斯支援伊偌济500万的操作人民币，就是意思。伊本来伊即马是两边拢咧观望，就是咧看讲即马战争遮久啊吼，我到底是要安怎切入去，还是我爱该闪？我若切入去，美国。佮全世界会对付我袂，所以这就是即马中国足为难的。但是做侪人讲，安尼是毋是会影响到台湾？中国看到普丁安尼，是毋是会对台湾提出什么款的包括武力啦，包括什么攻击？大家若看到这个情形，就知影讲吼，中国即马家己的经济问题足大的，疫情的问题嘛足大的，所以伫咧秋天要接管台湾这件代志，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是。好，即摆的状况嘛，未堪伫中国一直咧徛清水吼。战争安怎会来结束？即摆罗西亚讲6个条件，即摆佫变6个啊，佫变较济啊。头一个咱讲过，乌克兰就爱宣布中立，而且承诺无加入北约吼，这是第2个。第2个乌克兰，这是第1个。第2个是乌克兰就爱非军事化，以及甲罗西亚互相安全保证。第3个，这嘛是讲过，乌克兰就爱气纳粹化吼，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乌克兰有一个阿索营吼，阿索营的指挥官组一个社会民族大会，甲乌克兰爱国者吼，这拢是尊重新纳粹主义的。另外第4项，这是假的，讲到乌克兰就爱取消使用罗西亚语的限制哦。罗西亚是因为吼，乌克兰伫2019年来定这个国语法定。乌克兰语言做因的国语吼，这有啥物影响呢？就是讲电视广播内容需要90%以上使用乌克兰语，若是地方的节目就爱80%，出版品50%爱用乌克兰语。另外，军公告强制使用乌克兰语吼，这互罗西亚感觉应该爱甲这个规定来取消。第5个条件，乌克兰就爱承认罗西亚有克里米亚的主权。第6项，承认顿巴斯这个地区2个共和国因的独立。咱看到土耳其的外交顾问卡林讲，最后这2项是上困难的。不过，咱看到这有一个美感呢，就是
第5个甲第6个，这3个地区拢已经都毋是乌克兰的，因要承认这无啥物，总是咱要问一个问题。这咱昨讲到这个假消息吼，讲到台湾甲中国语言因为接近，所以中国真容易用假消息来扰乱台湾。咱看到罗西亚要要求乌克兰取消使用这个罗西亚语的限制，敢是要留一个？会当将来会当伫这个罗西亚乌克兰内这亚康的一个章头。好，这是叫你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吼，因为伫欧洲吼，讲实在对这个语言的坚持甲重视吼，毋是咱伫台湾会当去想的啦。是。吼，亲像乌克兰哦，伊通过这个国语法吼，大家就想啦，假使伫台湾即马，台湾宣布吼，靠公务人员会，就是靠台语甲客语，吼，甲原住民，吼，中国话就是这个华语袂当用，吼，考试全部爱用罗马拼音，吼，这台湾绝对无可能是有发生这种代志啦。但是伫乌克兰就是这种概念，因为伊感觉吼，乌克兰过去有家己的语言，后来变苏联的一部分，所以罗西亚语变做咱的国语，吼，这是外来政权带来的，所以咱即马独立爱独立，真的独立，毋是假的独立吼。这个语言的部分一定要恢复原来的语言，哦，这不只是一个运用的问题，而且是一种精神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所以，哦，这个对罗西亚来讲，吼，当然增加一个所在讲罗西亚语，吼，对罗西亚本国来讲，其实差无足济啦。但是对伊来讲，吼，这就是一种精神意志，可以互你压落去的这种表现啦。是，哦，所以咧，这6个条件，吼，讲实在。第一个条件吼，这个乌克兰讲中立，吼无加入这个NATO吼，这个可能较有办法暂时有协议啦。哦，就是乌克兰讲伊中立，然后无去加入，反正伊即马来讲可能嘛无法度加入，吼，所以这个应该较有法度。第二个就是乌克兰非军事化吼，这乌克兰可能是有啦吼，我即马好无代无志就互你拍，但是我宣布非军事化，无买武器，无安怎？未来咧，你毋是随来拍着，随时想要来拍，伊马上就来拍。所以对咱来讲，这个安全完全无这种保护啦吼。哦，但是咧，另外一人嘛建议讲吼，你非军事化吼，你先加大营，好，你伫底下安怎进口武器，还是安怎训练你的军队，安怎吼，搁来讲啦。吼，所以咧，这个可能是两方面吼，对这个嘛爱吼，这个差足久的啦。第三就是乌克兰去纳粹化吼。这个讲实在是上简单协议的啦，因为纳粹伫欧洲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可怕、或非常这个罪恶的物件。所以阿索亚甲禁起来就好啊。阿索亚吼，就来改线吼，对乌克兰来讲应该会当接受啦。好，第四咧，所以这个语言的问题吼，这是这个乌克兰的这种的精神的问题。好，但是咧，未来嘛有可能就是乌克兰调整国语法。为什么？因为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讲吼，伊即摆已经到全民吼，你唔免去规定，大家拢自然用这个乌克兰本身的语言。是。而且咧，即摆罗西亚拍过即战吼，以后伫乌克兰无人敢讲伊是罗西亚的这个后代啦，无人讲你的祖先是罗西亚来，无人敢讲罗西亚语啊啦。罗西亚语以后伫乌克兰绝对是一种吼上垃圾的物件。吼，所以吼，伊通过这个不要紧。吼，这个乌克兰人吼，绝对无可能有人吼，有这个至少是这个公众的人物吼，加公开来讲罗西亚语，这绝对无可能的啦。吼，所以这个加大言嘛不要紧。吼，上大问题可能是5甲6啦，就是第5项、第6项，就是爱承认吼，这个罗西亚摕有这个克里米亚跟2个所在的这个主权另外独立，其实独立嘛假啦。吼，以后就是宣布要互罗西亚食落去，所以这2个假是成立吼，假是同意吼，无一定明年后年吼，罗西亚继续拍一遍。哦，佮摕佮较侪所在。都佮摕较多所在嘛，因为今年拍，伊就摕到2个所在，等去休困2年，继续拍，久啊，无偌久，免10年吼，规个乌克兰就无去啊。是。所以这2个吼，这个外国认为这爱达到协议吼，可能是非常的困难。是。主要就是即马
全世界因为这战争吼，经济问题是足大啦，所以罗西亚就讲好啊，全世界经济问题吼，你美国啦、西方国家吼，你是你头较疼嘛，对咱来讲无影响。所以咧，利用这种方式来影响其他国家希望其他国家经压迫乌克兰接受罗西亚条件，经互战争停止哦。我受这嘛是罗西亚一种的想法啦。是，郭大哥，国际媒体有在讲这个战争可能会演变做足长期的战争，进入到城市战也是讲街仔路面顶咧相战，这款的状况甲较早阿富汗同款你看起来敢会安尼？还是讲，若是真正变做长期的战争，对乌克兰还是对罗西亚较有利？这款研判的分析是真有可能，因为对拄则张老师嘛分析过乌克兰伊本身即摆精神，因为伊独立已经30年，伊无可能个倒退回去讲，我去和做经济、做国家的经营较老的一个国家做伙。是，因对罗西亚的感觉是安尼，当初是安怎苏联的规个掠解去，怎拍散去？就是因为过去迄套共产主义，这套是假的嘛。因为伊讲真诶啦，苏联甚至讲中共因做诶这，毋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诶本身，伊是变体。研究马克思主义诶人，伊就知影讲这是变体，其实伊是一个理想尔。本来马克思一个理想讲，好野人诶财富会使颠头分配，安尼尔。伊无讲较济，讲安尼斗争要创啥，迄拢是后壁发展出来。但是咱莫去解说下，主要是讲罗西亚即马即套是无法度说服乌克兰人。是。所以包括讲2019年、14年，因毋是本来要含欧盟要做伙，到19年，佫有人去赶落台，伊就是偷偷要选举时阵，讲我是欧盟派。加入欧盟这派，其实私底下是和普丁是好朋友，结果伊是偷偷去签和罗西亚的协议，要合作，要经济合作，要政府的合作，结果叫人赶落台。当然，规个抗争来讲死百外的，受伤去警察啊，去甚至讲伊派个兵啊偷偷换做便服去开枪，拍死百外的2000外人受伤，迄长期的抗争，即亲罗西亚派的人赶落台，这是家己走去因为发现讲规个国会拢倒过所以即马即个乌克兰的即个国家的主义，咱莫讲叫做民族主义，这个翻译嘛有问题。伊是国家人民要成立国家，已经成立30年啊，所以伊即个精神一直伫咧时阵，莫讲这国语法有要修改无，就算互伊修改啦，讲好9成变做5成啦。8成变做3成，50%出版品比你讲3成好啊，拢甲你放宽，我包容你讲罗西亚伊会好啊，但是伊的意志就像拄仔张老师讲的，你啊佫继续讲你是罗西亚人，还是后调，还是讲你用罗西亚语讲话，咱个拢甲你目睭真甲你青，迄个时阵你就无生存的空间，所以咱颠倒来看的时阵，讲即摆咧战。其实为什么做这城市拍袂落来？因为做这人偷偷拄到罗西亚军队的时阵，我还你讲罗西亚语，敢若你的朋友咧，暗时啊过来来处理，包括讲即摆有一个传说讲，一只一个讲敢若宅男咱讲宅男，一个大块的一个人，伊日时看起来无啥，暗时啊专门去偷摕罗西亚军营的这个厨房。偷摕因食的物件，佫摕足济，摕到因拢摇巴肚，摇巴肚无法度战嘛，所以罗西亚一直讲拍袂落来，拍乌克兰拍袂落来。这毋是讲一个人，这也可能足济人，世界拢是安尼。表面我和你罗西亚军队好来好去的时阵，你占领这个所在，你其实暗时困袂去，你就无可能真正摕落来。我佫知影讲，探听讲你伫倒位有啥物武器，倒有较济部队。甚至讲你当时要拍，我拢甲你探听到时，我后壁民兵甚至讲乌克兰的军队过来甲你拍。是。玉珍姐，你拄则讲到这个中国咱知影中国这场战争伊家己咧抓算盘国际媒体讲中国实际上是在看
要安怎处理罗西亚？伊嘛无要罗西亚大赢，只要伊生存落来，就会当互中国看到讲西方国家吼无力头，敢是安尼？是，其实吼，即个中国这边当然伊的经济体是即个罗西亚的大概10倍嘛，吼，就是包括外汇存底吼，大概嘛6、7倍以上吼，所以本来中国咱过去拢咧讨论的是中美的贸易战争，所以其实对美国来讲吼，中国才是全世界若讲经济的即个制裁个战争内面，这是上重要的。所以因才会去制裁华为，吼，去制裁即个中国才会高科技的这个公司。啊，但是你看这边罗西亚，就是讲伊的战争。当然，源头是因为俄罗斯要加入去北约，北约要东扩，但是这个起头嘛是全世界这个经济体内面的这个变化，所以中国本来是讲，伊加俄罗斯吼，两个安尼巴蒂吼，啊当然嘛，两个拢是共产国家，所以吼因那这边的战争，若讲罗西亚是输吼，啊是全世界拢甲制裁。那安尼就是讲，美国啊，包括欧洲这个国家，因的势力就是因为北约的这个关系，所以变大。啊，对中国对罗西亚来讲，因日后伫世界经济内面就变较吃亏，所以这边中国其实伊真正还好吼，啊，而且佮拄着习近平伫即个秋天的时阵，要确立个伫即个20大，吼，要确立讲伊是毋是要连任10年，所以这边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讲，你若做决策做了毋对。你去参俄罗斯，参即个罗西亚，徛做伙，你支持讲哦，你即边拍乌克兰是对的，我甲你做北区，那安尼伊受到的制裁，就会参罗西亚共款，所以伊的经济，伊足无简单，即马中国的经济才好起来，但是会受到伊若做毋对的选择，伊受到的影响会非常的大。所以我才会讲，这边其实习近平伊本来伊即马变，大家讲敢若像猪八戒吼，就是我安尼甲罗西亚支持嘛毋对，吼啊我去支持即个乌克兰嘛毋对，啊我两边拢讲啊，恁着卖战争上对，啊卖战争上对对伊来讲，其实伊本来是想讲，若2、3天拍落来了。伊参罗西亚是好朋友，因会将即个版图吼做伙，即个经济版图甲做大。但是即马无啊，即马看起来，咱若讲到即边的战争吼，其实罗西亚本身伊即马受到的经济制裁个影响是全面的。啊，但是乌克兰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但是全世界拢甲支持，全世界拢甲经济支援。吼，你看讲280亿的美金的即个所有的北区拢咧支持乌克兰，所以若讲经济面看起来，就是你罗西亚是参全世界咧作对。啊，即个现象，咧，互习近平、互中国看讲，你敢敢伫经济上参全世界去做敌人？你若唔敢，安尼你就伫即个部分，就是即个战争，互你学到的教训，互你学到的教师，你就是爱揪起来，唔通想要称老大，唔通想要讲哦，我要一带一路，我要做世界上大的。你若有即个野心，啊，你对习近平这边你做错误的选择，那安尼你受到全世界制裁，就会影响足大的。是，好，咱来看吼，对乌克兰反抗罗西亚这边的战争吼，咱台湾会当学到什么款的教训哦？就是咱看到美国前国务卿吼蓬佩奥伊的顾问伊无村博士吼，伊本地是伫中国的学者哦，因为在中国乱哦，离开中国到美国去做学者，伊有写一篇文章吼，讲到这个教训吼有4项啦。第2项就是你绝对袂当望中共会遵守协议，也是讲会甲你讲道理吼，因为乌克兰现就是一个咧，乌克兰因为独立了后吼，立场无介坚定，伊无要甲即个标准，甲罗西亚伫遐咧高甜，伊就行第3条路吼，甲中国结做伙哦，嘛是签即个战略协议哦，而
不过伊受到这个罗西亚的攻击的时阵，这个协议吼煞拢无准算啦。第二项，伊都讲到国防爱家己独立，袂使靠势友邦吼，爱这个以色列来学习吼，争取友邦的资源，当这时嘛着爱有全面的国防哦。啊，因为罗西亚侵略乌克兰了后，咱看到乌克兰无要投降，因无即款失败的主义、投降的主义哦，因为即款的心态绝对无前途。颠倒乌克兰全面拢去对抗罗西亚，得到全世界的支持。第四项吼，就是侵略者会用各种的理论，随在伊讲，来讲要甲你侵略吼。伊讲，罗西亚讲乌克兰吼有这个种族主义啦，要去甲纳粹化，这是一个借口拿定。这方法吼，甲中国讲台湾。民族是一个民族主义，伊去攻击这吼是共款的。咱大先来请教张教授吼，针对伊博士这个讲法吼，咱上大的教训，你感觉是这四项内底倒一项呢？我感觉落足有重要，非常重要。第一是这个国际上吼，这个乌克兰过去甲中国关系足好的啦。其实即马关系嘛不一定足歹吼，以前吼乌克兰足侪技术吼。卖互中国，然后咧中国就答应讲啊，甲乌克兰签协议吼，啊乌克兰假是互其他国家用即个核子弹威胁的时阵哦，互伊保证啦。但是即马看起来吼，中国这承诺根本拢是假的。哦，当然咱要注意哦，就是中国对乌克兰吼是平等的，伊对乌克兰无领土的野心，但是咧伊签的协议吼还是无作用。所以咧，咱台湾假是甲中国签任何协议吼，大家会当想啦，会敢有作用？一定100%无作用啊！是，因为签来利破。签这对的，因为中国甲乌克兰吼是无领土的野心，本来就唔是一个国家。然后中国嘛唔捌讲过乌克兰是中国一部分，所以咧伫平等的状况下签协议吼，中国都无要遵守。哦，即马假是中国，你即马拢看台湾是细汉的，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甲乌克兰无共。即种状况之下，假是中国甲台湾签的协议，中国是无可能遵守啦。所以，吼，假是即马有政治人物吼，爱主张讲台湾甲中国签什么和平协议啦，签的阁未拍吼，大家爱看爱目睭爱放较大粒吧，这是足危险的一件代志。第二就是即个国防吼爱独立，我想这嘛是真重要，因为台湾足侪人吼拢认为讲美国一定会出兵吼来斗相共，吼中国拍台湾，就美国一定会出兵吼。我个人的想法是吼，美国一定会来斗相共，但是是不是出兵，吼这爱看迄个时阵的状况。而且咧，美国出兵吼，讲实在吼，咱嘛无一定爱。我都希望讲美国一定100%爱保护台湾到完全这个安全到100%，因为咧美国伊本身来讲，美国人为什么爱为台湾来牺牲？这是一个亲像有人讲啊，美国人为什么遐尔惊呀，拢无去互乌克兰支持，无出兵到互这保护乌克兰？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讲啊，即摆问啦，台湾人你即摆你做一个台湾人，你敢要出兵去？到这个保护乌克兰，台湾出兵保护乌克兰，你赞成无？无，你嘛无赞成啊！即摆动员你去，你爱去无？你嘛无爱去啊！所以，任何国家拢袂当100%决定还是要求其他国家一定要来保护我。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家己的国家家己保护。即家己国家家己保护。讲实在啦，乌克兰即马得到全世界支持嘛是因为伊会当抵抗20几工啊。假使伊3工就投降，你即马唔免讲啊。咱需要讨论这吧，根本无需要继续讨论武器，即个运过去嘛无人运气嘛无人收啊。已经互落下镇压嘛。所以咧，这失败主义、投降主义我实在认为这是台湾上大的问题。大家感觉讲台湾是毋是足侪人啊？你讲和平啦，莫再即要刺激中国啦。什么？你台湾唔好继续讲什么民主、自由、主权互中国欢喜，中国就袂拍。其实你讲这种话人非常之济，讲你莫刺激中国啦，你台湾受势，莫刺激伊，莫互伊无欢喜。问题是讲这种话人你是中国的主席无？你是习近平无？你嘛唔是啊！你会为什你唔是伊？你会当保证
为什么你会当保证讲，伊袂拍台湾？你敢是伊这个身躯边的人嘛？其实就是这讲伊就靠随在伊讲。对啊，就靠随在伊讲啊，像即摆来讲，乌克兰嘛无拍这个罗西亚，乌克兰嘛无讲，这个派足侪军队啊去威胁罗西亚安全嘛。啊是讲罗西亚去拍其他国家的时阵，乌克兰出兵嘛无啊，完全就是你找一个理由，伊就会当拍你啊。所以这种认为讲咱台湾主要做什么代志，这个爱这互中国袂拍咱我感觉这种拢是受过理想啊。唯一咧中国无拍台湾就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台湾本身的实力，第二是国际形势。这两个啦，毋是讲中国咧善良啦，还是讲伊有安怎，还是讲靠你讲这个甲伊这个。安怎优先啊？安尼做什么生意伊就袂拍。我感觉这拢是足危险的啦。是。所以伫台湾这种失败主义啊、投降主义认为讲咱嘛要买武器嘛去刺激，这个外交嘛是刺激这个拢是足危险的啦。因为你无法度保证，你无做这种代志，中国就袂拍你啊。是。对无？你敢是中国的主席？你嘛毋是啊？为什么你讲的遐肯定？我看过足侪人拢讲啊，你台湾卖安怎，中国就袂拍。你敢有人了解？对无？嘿，是安尼。请教郭大哥甲中国签任何协议都足天的啦，因为咱看乌克兰的咧因甲中国是战略的协议呢。战略协议的意思，敢毋是讲咱的对敌是共款的，也就是讲中国应该爱甲罗西亚当做对敌。是啊，伊共时间伊即摆嘛无宣布，中国嘛无宣布讲我废除含乌克兰的这个战略的伙伴这个什么？这个盘这个东盘的这个协议无中国甲罗西亚嘛是两个共金呢，是，只是讲普丁走去北京，冬奥的时阵，当一奥运的时阵，走去甲习近平讲兄弟啊，甲我支援一下，我过来要拍乌克兰。习近平就出来讲讲，阮对这罗西亚的支援是无限制，无限制呢，是，那马上就变成讲，偏偏是同款的这战略的这个东坡，那变成讲我摕正手去拍倒手，你毋是这头脑是有问题，是，所以就无迄个逻辑的，无迄个道理的，无迄个信用的，这个政权你敢有感觉相信？你若真正相信这款人你等于出去做生意共款，你就拄着诈骗集团。是。家己找死，家己找死啊！你佮讲我即摆卖买武器啦，买拢无路用啦。美国人来就是卖武器啦，不管你是庞培奥来什么人，伊嘛拢一句讲，是过来卖武器。真正你敢有好侪钱通买？我先问，过来买了什么人用？美国卖你上好的 F-35好啊，卖你50只，互来台湾，结果你台湾的。领导人就带大家讲，咱拢投降，咱拢归落。叫习近平叫阿公叫阿爸，迄时美国人会带无？迄时迄50只个拍，规个亚洲拢拍无敌手安尼。开玩笑的，毋是安尼，这逻辑是毋对的。是，陆经济，你敢有要啥补充？我补充一下就是讲这边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参罗西亚的战争到底互全世界，包括这生理人，什么款的驾驶，什么款的提醒，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家知影讲即马全世界拢咧制裁罗西亚，但是你来看讲，这个全世界性的这个生理人，因安怎做决定？其实我这2天拄好拄到一寡全世界拢有这个事务所的公司包括会计师事务所，伊讲阮即马伫乌克兰的事务所还阁继续，因为领导这个就是要走出来敢若老伙仔个囡仔因伫遐咧做生意的，即个会计师阁照常，但是伫罗西亚、俄罗斯的已经停起来啊。为什么？因为全世界拢停，都因就停所以这个教示互大家知影讲生理人咱讲人2骹钱4骹，你要投资，你就爱投资伫安全的所在。所以你若这个所在会有战争，会互全世界制裁。
你的投资就会化乌有去。所以，大家提醒讲吼，伫乌克兰、伫罗西亚会安尼，伫罗西亚会发生这个代志，若伫中国是毋是会发生这个代志？所以，即马足侪生理人拢会想讲，安尼我若伫个危险的所在，我是毋是爱豆豆走？其实伫咧中国吼，因为即马大家拢知影啥物共同富裕啦吼，搁遮个外商吼，甲你限这东限这西，其实已经咱的大商嘛共款，已经拢走甲差不多啊。但是抑搁有人会想讲吼，抑搁有生意通做，抑搁会当趁所以你甘愿去冒这个风险？若这边的战争，互遮个生意人上大的价值就是讲，我甘愿钱投资伫个安全的所在，我嘛无爱伫个风险。到时阵啥物拢无，到时阵拢完全没收，完全袂当运作，连所有你伫遐的钱拢会变粪扫的所在。所以这是这边的价值，互全世界这生理人、世界性的生理人，因上大的这个提醒，就是我甘愿无爱趁迄种危险的钱。安尼才会当互大家知影讲民主佮共产，你要选择啥物？选择民主，袂使选择共产。